各位觀眾，今日報道一單港鐵乘客嘅爭執事件。事發時間係今日中午12點幾，喺一架行駛中嘅列車入面，一個阿叔霸佔2個座位，一個阿嬸行去阿叔面前，要求阿叔讓出少少座位。阿叔突然情緒失控，不斷講粗口，辱罵阿嬸長達3分鐘，所以阿嬸都驚咗佢，唔敢坐喺佢旁邊。最搞笑嘅係，當另一個男仔隨後坐低嗰陣，呢個霸位阿叔反而立即收聲。阿叔完美展示咩叫欺善怕惡。就住呢件事，呢個阿叔可能春代有啲問題，所以要一個人霸2個位。我哋唔應該怪責佢，始終我哋都要讓下傷殘人士嘅。唔講咁多，即刻睇片，睇下霸道阿叔點樣教訓阿嬸。咁撚多位唔肯再坐喺度，你老母黐線㗎！你個撚樣，你個撚樣係咪佢整得唔少撚過啊？你老母你班臭閪，你黐撚線點得一坐啊？你阿媽閪，你解釋都冇撚用啦，傻閪！點解一坐啊俾你坐啊？呢度唔撚坐喺度，你咪黐撚咗線啊！你班臭閪，你老母好嘢啊！你少撚坐啊！你老母傻閪，你老母好嘢啊！點撚樣坐啊？下一站土瓜灣，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下一站土瓜灣。